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長者到咗70、80歲依然可以大啖大啖咬雞軟骨食花生，但係有啲人一過咗55歲，明明每日都好勤力、好認真咁刷牙，甚至一日刷3次，隻牙反而越刷越鬆，最後一隻一隻咁掉晒，到老咗上餐好飽食，下都落得個無牙送飯嘅慘淡收場。好多人都以為牙齒重落係因為年紀大，身體自然衰老嘅必然結果，但今日我想好嚴肅咁話俾你聽，呢個完全係一個天大嘅誤會。如果你過咗55歲，仲用緊後生仔嗰套大力死刷爛刷嘅方法去對待你條牙齦同牙齒，咁你唔係保護緊隻牙，你直頭係喺度攞命，係自己親手將啲牙一隻一隻咁推落深淵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一齊揭秘，到底呢幾十年入面，你踩中咗邊3大毀牙地雷？只要聽完今日分享嘅資訊，則反正你個刷牙觀念，你就可以慳返10幾20萬北上消費睇牙嘅冤枉錢，保住口牙到80歲都仲可以食香喝辣。講真，好多香港人都有個觀念，覺得買嘢一定要買最穩陣、最夠力嘅，連買支牙刷都要揀啲毛最硬、刷頭最大嘅，覺得咁樣先可以將啲隔夜殘渣、牙垢，甚至係煙屎牙石，通通刷走。每次入到洗手間就當自己個口係對皮鞋咁，攞住支硬毛牙刷，用盡全身力氣，吱吱聲咁橫向拉腳。你以為自己好勤力、好乾淨，其實當你踏入55歲呢個關口，你嘅牙齒同牙齦已經陪你戰鬥咗超過大半個世紀。隨住年齡增長，我哋全身嘅膠原蛋白會流失，牙齦即係我哋俗稱嘅牙肉，亦都會出現生理性嘅萎縮。呢個時候，原本保護住牙根嘅牙肉會慢慢向下移。露出嚟嘅唔再係表面層堅硬無比、刀槍不入嘅牙釉質，而係質地非常脆弱、好容易被磨損嘅牙骨質同牙質。你試想象下，一棵樹原本有好多泥土埋住個根，依家啲泥土流失咗，個樹根露咗出嚟，而你仲每日攞把大鋸去條樹根度係咁鋸，咁棵樹點會唔冧？呢個就係3大毀牙地雷入面的第一大盲區：橫向拉鋸式刷牙配合硬毛牙刷。喺醫學上，呢種錯誤嘅刷牙方式會導致一個好嚴重嘅後果，叫做畲狀缺損。好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會發覺自己條牙條頸嗰位置，即係牙齒同牙肉交界嘅地區，唔知點解越刷越凹，好似俾人用刀削咗一個 V 字形嘅槽出嚟。平時飲啖凍水、食啖熱條或者吸一啖涼風，嗰個位置就酸軟到入心入肺，直頭成個人跳起。呢個就係典型嘅畲狀缺損。如果你到咗55歲仲係咁刷，呢個凹槽只會越來越深，最後成隻牙會由條頸嗰度硬生生截斷。到時你以為係自己骨質疏鬆搞到條牙斷，其實根本係你自己用幾十年時間，用支硬毛牙刷將自己隻牙鋸斷嘅。而且牙肉係好嬌嫩嘅組織，你越用力去對抗佢，佢就退縮得越快。牙齦萎縮係一條不歸路。一旦退咗落去，除非你使大筆錢去做手術補牙肉，否則佢係唔會自己生返上嚟。當你啲牙肉退到無得再退，牙齒失去咗支撐，佢就會開始搖晃，最後演變成嚴重嘅牙周病。好多香港人依家流行北上消費，放假就上去深圳或者廣州睇牙、種牙、整全口假牙。每次上去都見到成個大堂坐滿晒50、60歲嘅香港長者，個個都喺度搞牙周病或者做植牙。點解會咁？就係因為過去個幾十年，大家用錯咗方法去刷牙，累積落嚟嘅傷害喺55歲之後一次過爆發。與其等到啲牙掉晒，要舟車勞頓北上使幾萬甚至10幾萬去承受植牙嘅痛苦，點解我哋唔喺每日朝晚2次嘅刷牙習慣上做出改變？接住落嚟，我們要講第二個，好多人都唔知自己犯咗嘅毀牙地雷。呢個習慣分分鐘比橫向刷牙更傷牙，那就係食完酸性食物之後即刻刷牙。好多注重衛生嘅朋友，尤其是比較講究健康嘅中老年人，好習慣一食完嘢就即刻跑去洗手間刷牙，覺得口入面有食物殘渣好唔舒服，一定要即刻清理乾淨先至放心。特別係依家大家注重養生，朝早中意飲杯檸檬水，食個蘋果，或者飲杯黑咖啡，食餐酸菜魚，呢啲食物同飲品含酸量好高。當你食完呢啲嘢之後，你口腔入面嘅酸鹼度會即刻跌入酸性狀態。喺酸性環境之下，你牙齒表面嘅牙釉質
會被軟化，出現微小嘅脫礦現象。呢個時候嘅牙齒可以話係佢成日入面最脆弱、最經唔起折磨嘅時刻。如果你喺呢個時候即刻攞支牙刷去大力刷，就等於趁住層保護膜軟化咗嘅時候，用外力將佢成層抬走。長此下去，你隻牙表面層最閃亮、最堅硬嘅珐琅質就會被你磨晒，露出入面黃色嘅牙本質。好多人過咗55歲之後，成日同我埋怨話，點解我啲牙越老越黃？明明我日日刷牙也，原因就喺度，你將最出面嗰層白色透明嘅牙釉質磨薄咗，入面黃色嘅成分透咗出嚟，而且隻牙冇咗保護，變得非常敏感。正確嘅做法應該係點？食完酸性嘢或者食完任何正餐之後，第一件事絕對唔係攞牙刷，而係應該先用清水徹底漱口，將口入面嘅酸性物質沖走，或者飲多幾口暖水，然後等大約30分鐘，等我哋口入面嘅口水發揮天然嘅緩衝同再礦化作用，等口腔嘅酸鹼度回升到正常水平，牙釉質重新變返堅硬，呢個時候你先去刷牙，先至係最安全、最保護到牙齒嘅做法。好多人一聽覺得哇，原來刷個牙都有咁多學問，冇錯。如果唔係，點解咁多人到咗50幾、60歲就要面臨無牙送飯嘅危機？再嚟，我哋一定要剖析埋第三個毀牙地雷，呢個亦都係導致最多香港中老年人牙齒提早下崗嘅罪魁禍首。那就係只刷牙面，完全忽略咗牙齦溝同牙縫嘅清潔。好多人刷牙只會將注意力集中喺睇得見嘅地方，即係白雪雪嘅牙齒表面，大口大口咁刷兩下，吐一啖泡，見到好乾淨，聞到有薄荷味，就覺得搞掂。但事實上，真正會令你條牙鬆，令你患上嚴重牙周病嘅敵人，根本唔係喺牙齒表面，而係隱藏喺牙齒同牙肉之間嗰條窄到睇唔到嘅化妝縫，醫學上叫牙齦溝，同埋兩隻牙之間嘅夾縫。當我哋食嘢嘅時候，食物碎屑同細菌會好自然咁掉落呢啲縫隙入面。如果你每次刷牙都只是喺表面掠過，呢啲地方嘅細菌就會慢慢喺度安家落戶，形成一層薄薄嘅膜，叫做牙菌斑。牙菌斑如果24小時內無被清理走，佢就會吸收口水入面嘅礦物質，慢慢硬化變成牙石。牙石呢樣嘢，佢表面非常粗糙，簡直就係細菌嘅5星級大酒店。當牙石喺你嘅牙齦溝入面越積越多，佢就會不斷刺激你嘅牙肉，令到牙肉發炎、腫脹、流血。好多人刷牙見到流血，以為係自己熱氣，跑去飲涼茶24味，呢個真係好無科學根據。刷牙流血9成9係因為你牙肉發炎。如果你唔理佢，繼續用舊方法刷牙，牙石就會慢慢向牙根方向蔓延，佢每向下推進1毫米，保護住你隻牙嘅牙槽骨就會被溶解1毫米。牙槽骨係乜？佢就是牙齒嘅地基。當你嘅地基被細菌同牙石蠶食咗一大半，你隻牙就會開始好似風中殘燭咁搖搖欲墜。去到呢個階段，你就算再勤力去刷表面都冇用，因為地基已經空晒。呢個就係全港超過80%中老年人都患有嘅牙周病。好多人平時唔當一回事，覺得牙齒鬆鬆地冇咩大礙，咬嘢唔夠力就改食軟啲嘅嘢，甚至連塊蟹都要煮到爛一爛。結果到咗某一日，突然間牙痛到頂唔順，甚至成個面塊腫晒。上到去診所，醫生一睇，無奈咁同你講，呢幾隻牙已經冇得救，牙槽骨都蝕晒，必須要成隻拔掉。到咗呢個時候，你想後悔都太遲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都會好驚，覺得自己好似過去幾十年都做錯咗，好似自己每一日都喺度慢性毀滅緊自己嘅牙齒咁。其實大家唔需要太過焦慮，亦都唔需要覺得無助。雖然牙齦萎縮咗無得逆轉，但只要我哋由今日開始徹底改變我哋嘅刷牙方法同觀念，我哋絕對有能力阻止情況繼續惡化，保住現有嘅牙齒。咁到底點樣刷牙先至係正確，先至係符合科學，先至係最適合55歲以上朋友嘅方法？呢度就要同大家隆重介紹一招喺國際牙醫界公認最強、最有效而且最保護牙齦嘅刷牙技術——巴氏刷牙法，或者叫改良版巴氏刷牙法。呢個方法聽落好專業，
但其實學起身一啲都唔難。核心就在於4個字：角度輕柔。第一步，我們要重新選擇我哋嘅工具。由今日開始，請將家入面所有硬毛、中硬毛嘅牙刷通通掉晒佢。去超級市場或者藥房，指明要買超軟毛或者敏感牙齒專用嘅小頭牙刷。好多人擔心軟毛刷唔乾淨，其實完全唔使驚。我哋要刷走嘅牙菌斑質地其實好似乳酪咁軟，只要你方法啱，用最溫柔嘅軟毛就已經完全足夠刷得乾淨。硬毛只會傷害你珍貴嘅牙肉。第二步就係最關鍵嘅45度角。當你攞住牙刷嘅時候，唔好將個刷毛垂直貼住牙面，而係要將刷毛同牙齒表面成45度角，將刷毛嘅尖端輕輕指向牙肉同牙齒交界嘅位置，即係我啱才提到嘅牙齦溝。你要將啲刷毛稍微伸少少入去呢條縫隙入面，因為呢度先至係藏污納垢嘅核心。第三步係短距離水平顫動，而唔係拉大腳。乜嘢叫短距離水平顫動？就係你將牙刷定位喺2至3隻牙嘅範圍之內，用好輕嘅力度，原地做前後微幅嘅震動，大概震動10至15次。呢種震動嘅目的係利用軟毛嘅彈性，將牙齦溝入面嘅牙菌斑震出嚟，而唔係用蠻力去磨損牙齒。震完之後，再順住牙齒生長嘅方向，上排牙齒向下刷，下排牙齒向上刷，將啲被震出嚟嘅垃圾通通掃走。用呢個方法，兩隻牙咁由左到右，由出面到入面，每一面都仔細咁刷。特別係下排門牙嘅背面，嗰度係口水腺嘅出口，最容易吸收礦物質形成牙石，所以一定要花多啲時間用巴氏刷牙法去慢慢震、慢慢刷。成個全口刷牙嘅過程，如果你做足標準，最少需要花費3到4分鐘嘅時間。好多人平時30秒就搞掂，嗰種走馬看花式嘅刷牙，根本完全發揮唔到清潔嘅作用。除咗學識巴氏刷牙法之外，我仲想同大家強調一樣非常重要，但好多香港人都忽略咗嘅清潔神器，那就係牙線或者牙縫刷。大家要明白一個事實，無論你支牙刷幾高級，無論你嘅巴氏刷牙法幾完美，牙刷嘅毛係永遠、絕對、100%冇辦法深入到2隻牙齒緊密接觸嘅那個側面夾縫入面。呢啲夾縫佔咗整隻牙齒表面積嘅大概40%左右。換句話說，如果你淨係刷牙，不論你幾勤力，你永遠都有40%嘅牙齒面積係處於完全冇清洗過嘅狀態。好多50幾歲嘅朋友到咗呢個年紀，牙縫開始變大，食完瘦肉、食完菜之後，牙縫塞到滿一滿。有啲人中意攞支竹牙籤去係咁翹，係咁撩。講真，牙籤質地太硬，而且形狀係粗到細，你越撩只會將個牙縫撐得越大，令到牙肉萎縮得更犀利。下次食嘢塞得仲嚴重，簡直就係惡性循環。正確嘅做法係應該學識用牙線。每日夜晚食完飯，臨瞓前刷牙之前，攞一段大約40公分長嘅牙線，纏喺左右手嘅中指度，用大拇指同食指控制，輕輕溫柔咁滑入牙縫入面。記住係滑入去，唔好一用力，啪一聲撞擊牙肉。入到牙縫之後，將牙線成 C 字形包住其中一隻牙嘅側面，由下往上輕輕刮，將夾縫入面嘅食物殘渣同牙菌斑刮出嚟。每隻牙嘅輪面都要咁樣做一次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因為年紀大，牙齦已經萎縮到出現咗一格格黑三角嘅大牙縫，咁牙線可能唔夠用，呢個時候你就需要去買牙縫刷。牙縫刷有分好多唔同嘅尺寸，由最細嘅4個零到粗啲嘅都有。你要揀一個啱啱好可以塞得入你牙縫，但又唔會覺得好勉強嘅尺寸。將牙縫刷塞入去牙縫入面，前後抽動幾下，你就會發現原來入面藏住咁多平時刷牙刷唔到嘅腐爛食物殘渣，嗰陣味真係聞到都令人清醒。好多老人家成日同我講，自己明明冇蛀牙，但係口氣好大，同孫仔孫女講嘢嘅時候，細路仔都會不自覺咁退後2步，搞到自己好尷尬，好無自尊。其實呢種老人錘或者口臭，好多時根本唔係咩腸胃問題，而係你牙縫入面幾十個黑三角入面藏住嘅食物殘渣喺度發酵、腐爛散發出嚟嘅硫化物氣味。
只要你肯每日用牙縫刷清乾淨，個口自然會回復清爽，同屋企人親近都反晒自信。另外，我亦都想同大家講下依家好流行嘅北上睇牙同埋洗牙嘅問題。隨住兩地往來越來越方便，好多香港人放假就會上深圳消費，順便去啲連鎖牙科診所洗牙補牙。上面嘅收費確實比香港平一大截，呢個係事實。但我想提醒大家，無論你去邊度睇牙、洗牙呢件事，絕對係中老年人每年必須要做嘅保養功課。有好多人對洗牙有極大嘅誤解，覺得洗牙會令到牙縫變大，洗牙會磨薄隻牙，洗牙會令到隻牙變得好敏感。呢度我要好鄭重咁幫洗牙平反。洗牙醫學上叫超聲波結治，它是利用超聲波結牙機頭嘅高頻震動，將附住喺你牙齒表面牙齦溝入面嘅硬化牙石震碎震落。個機頭本身係完全冇任何磨角功能嘅，所以佢絕對唔會傷到你嘅牙釉質。至於點解洗完牙之後你會覺得牙縫變大咗，那係因為你原本個牙縫一早已經被大量嘅牙石塞爆咗、填滿咗。呢啲牙石好似水泥咁封住咗個牙縫，令你產生一個我啲牙好密、好穩陣嘅錯覺。當醫生用超聲波將呢啲污糟嘅水泥清除走之後，原本被牙石霸佔、已經萎縮咗嘅牙縫就重新暴露咗出嚟。所以唔係洗牙令你牙縫變大，而係牙石一早已經令你牙肉萎縮。洗牙只是幫你揭開咗呢個殘酷嘅真相。如果你因為驚牙縫變大而唔去洗牙，任由呢啲牙石繼續喺牙齦溝入面作惡，咁你個地基就會被蠶食得越來越快。去到最後，當牙石多到連超聲波都救唔返嘅時候，你面臨嘅就係成排牙一齊鬆除。所以建議年過55歲嘅朋友，最少每半年到一年，一定要去做一次徹底嘅口腔檢查同洗牙。如果發現有早期嘅牙周病，醫生仲可以及時幫你做牙周刮治，即係深層洗牙，將伸延到去牙根深處嘅牙石通通清走，咁樣先可以真正保住你條牙嘅壽命。除了工具同方法之外，我哋喺日常飲食同生活習慣上，其實都有好多微小嘅地方可以幫到我哋嘅牙齒。例如，好多香港人鍾意喺炎炎夏日飲杯凍檸茶、凍奶茶，或者食完飯要飲碗糖水。呢啲精製糖分係口腔入面變形鏈球菌最鍾意嘅養分，細菌吸收咗糖分之後會排出酸性物質，加劇牙齒嘅脫礦。所以如果可以嘅話，盡量將呢啲甜食集中喺正餐嘅時候一齊食，食完之後即刻用清水漱口，減少糖分停留喺口腔嘅時間。平時亦可以多食一啲富含纖維素嘅蔬菜，例如西芹、芥蘭。因為喺咀嚼呢啲高纖維食物嘅過程中，纖維素會好似天然嘅刷子咁，幫我哋擦拭牙齒表面，同時刺激口水嘅分泌。口水係我哋身體自帶嘅最強護牙武器。口水入面含有好多溶菌酶同礦物質，可以幫我哋殺菌，仲可以幫被酸軟化咗嘅牙齒進行再礦化。但係隨住年紀大，或者有啲朋友因為食緊某些慢性病嘅藥物，會出現口乾嘅情況。口水一減少，失去咗天然嘅沖刷同保護，蛀牙同牙周病嘅發生率就會幾何級數咁上升。所以50幾歲之後，一定要養成定時飲水嘅習慣，唔好等到口渴先飲。隨身帶支保溫杯，每隔10幾20分鐘就飲1-2口暖水，保持口腔濕潤。呢個對保護牙齒有着不可忽視嘅大作用。總結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內容，想老後唔會無牙鬆返，想去到70-80歲仲可以開心享受美食，請大家由今晚開始將以下呢幾點融入你嘅生活。第一，丟棄硬毛牙刷，換成超軟毛小頭牙刷。第二，絕對唔好再橫向用力拉鋸咁刷牙，全面改用溫柔嘅45度巴氏刷牙法，朝晚每次最少刷足3分鐘。第三，食完酸性食物唔好即刻刷牙，先用清水搓口，等30分鐘後先刷。第四，每日必須配合使用牙線或牙縫刷，清理佔咗40%面積嘅牙輪面。第五，定期進行口腔檢查，每半年至1年洗一次牙，唔好等痛先去睇醫生。牙齒係陪我哋一生最辛苦嘅器官之一，佢無自我再生嘅能力，掉一隻就少一隻。後生嘅時候，可能我哋有本錢去揮霍，去用錯誤嘅方式對待佢，
但去到55歲呢個分水嶺，我哋必須要學識用科學、溫柔、正確嘅方法去呵護佢，唔好再俾過去幾十年嘅錯誤習慣毀掉你下半生嘅口福同健康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嘅呢啲牙齒保健資訊對你有幫助，如果你都想身邊嘅老豆老母、老公老婆或者老友記可以避開呢三大毀牙地雷，希望你可以將呢篇內容分享俾佢哋睇，等大家一齊由今晚開始執翻正個刷牙方法。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刷牙、牙周病或者北上睇牙嘅經驗同疑問，亦都好歡迎你喺下面留言，同我一齊理性討論。我哋一齊加油，保住口牙，長壽又健康。下次再見。